有懂吗？你讲的不新鲜的月饼。什么意思？吃坏肚子。那学生都好的。哎，好啦，正经的啊，我的月饼哦，讲起迄个依家中国传统故事啊，有三个女婿，中秋节等于跑桃树回娘家过节。哎呀，依家这样人吼都有念书，都很喜欢那边舞文弄墨吼，吟诗作对。哎，景人啊吼，老丈人就讲，来，我出题目互恁做。你赛加赛哦，听讲文采都很好。今天中秋佳节，你要舞不要紧，我叫小处升旗，互你去舞，专头表演。来，什么东西圆又圆？什么东西缺半边？什么东西乱糟糟？什么东西真干净？大女婿抬头看到天顶的啥？月亮。有啊，我会。中秋月亮圆又圆，过了15缺半边，满天繁星乱糟糟，乌云一遮真干净。哎，你们阿公没拜？二女婿公，好家伙啊！月亮被你讲了，最好讲的嘛。低头一看，桌上有什么？巧克力感哇塞！中秋节嘛，讲什么？女公，哎，我会换我。二女婿公换我。中秋月饼圆又圆，咬了一口缺半边。饼上芝麻乱糟糟，再咬一口就是半斤。哎，公这也不错啊。三女婿，哎，我月亮月饼都很公出啊。他被攻上，想了半天想不出来。看到岳父岳母两个人服服态态的坐在上头，有了。岳父岳母圆又圆，死了一个缺半边。唤起丧事乱糟糟，再死一个真干净。他罗会怎样？这是中国历史三女婿用说水，拢起来这是红的。来，兄弟，你看我是上来跟我说，我几秒呐，几秒。大家开始哦。拉筋筋的，哎，小诺生病了吗？没有生病就不用发着，还有生病先报备，都简单呢。啊，小诺。老师他说他有病，有不舒服哦。他爱吃。他 AIDS。然后也，没啦，你只是吃了不新的月饼而已啊，要不要怎样？那个脑子有问题。你吃了不新的月饼，整个人特别嗨啦，就是不知道用放什么东西啦，那马飞的啊？没有啦。还有差别不到，这样可以当明星呢。第一节。好，又来了客气了。感恩教育班，我联系制度，来对，咱来讲，来另外讲谁啊？他只录到你的水而已。我画的是太极，5之3，哪两个东西？啊，原始跟矿物质。来，伊两个什么关系？矿轨啊，原始是矿物组成啊，矿物组成原始嘛，所以哪一个成分比较复杂？原始成分比较复杂，矿物成分比较单纯。有。比较单纯而已，它有个回理纯物质。好，它有。荷兰喜欢讲这些原子，
根据它的形成原因，写成华人。我们把它分成3大类。根据它怎么来的，我们把它分成3大类。第一类，沉积岩。化这秒灾怎么来的？沉积物产生。然后说它不收钱。沉积物东西，对，有上面问题啊。沉积物东西颗粒，你要哪边这里？你有讲过有丸啊？我们小时候，你细汉就食药，都不要吞有丸，你不用讲啊。药粉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小孩吃药粉，然后外面改，因为药粉很。可是你怎么不会吞咽啊？你不能吃药丸啊。所以你把它有份得让价，然后来你会吞了之后，你再来吃药丸啊。你说你讲它药丸，它其实也是药粉做的啦。一起放到机器来内，把那个药粉这样用力压下去，把它压紧，变成一颗药。这个柜顶的是那个沉积岩制造的过程，它的碎屑、小石头这一些埋在底下之后，高压下去，它产生一个单峰交结固化的过程，它们要把它粘在、塑造在一起。所以这个沉积岩，这个我们叫沉积岩。沉积岩根据颗粒的大小，一个也让分类成2种。第一种分法是根据它颗粒的大小，它可以分成里面沉积物颗粒的大小，从大而小，上大叫做粒岩，其次叫做砂岩，颗粒上细叫叶岩。粒岩就是你种沉积岩来，你会让看到一颗一颗的石头。砂岩，好像一堆沙。叶岩就是它颗粒小到你已经感觉不到颗粒了，比如讲是平滑，不过它还是有颗粒。讲这你无讲法，无讲到食的，讲到饮料你拢知影。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粒岩就好像饮料里面的珍珠奶茶，屁盐，有是无？有颗粒。砂岩你看，绿豆沙有吗？哇，有没有感觉到颗粒？有嘛？但它的颗粒是比珍珠奶茶小。它的叶岩以上是你的红茶绿茶，红茶绿茶哪有颗粒？都没有啊，我一个纤维堆来，它颜色怎么来的？可你喝得出来颗粒吗？喝不出来，因为小到喝不出来。叶岩就是这样，剥下去平的，可是它颗粒已经超过你的质感，分辨出它的颗粒程度。好，你讲有下来列起来哦。有一种分类还把它中间插一个砂岩，叫药粉砂岩，不过这不重要，但叫克度的。好，这一定要看的，它也就是粒子半径的范围去定义的。所以咱想要讲，之前的不透水层就是叶岩，因为它很密，所以它不透水，它的颗粒很小。透水层的一种砂岩，因为它颗粒大，所以依然内有糖，有细缝，所以可以长沉下去。还有哪个？哦，你完了。对。我在提啊。没事啊。来，除了这个分法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分法，就是沉积岩的来源。我们根据它的来源都分成2种，比较石灰岩。对，那生物的遗骸形成的，
骨头、甲壳，化掉之后埋下去，变成石灰岩。所以石灰岩内底有一种做重要的成分叫做啥？磷离化二轨。碳酸钙。碳酸钙化学式上下。有没有没啊？ CaC。碳酸钙很凶，都特别物理性质，所以碳酸钙压上面，它怕什么？怕酸嘛。酸下的碳酸钙会产生，对，然后二氧化碳，乙化还没有化学哦。我们地球刚开始做那个大气层。 跟现在的金星、火星比较，99%是二氧化碳。不过我们现在地球的大气二氧化碳的容易都泄了，是什么导致它的变化？其实就是我们地球上的生命造成它的变化。为什么生命造成地球二氧化碳减少？其中一项你知道？绿色植物，绿色植物情况的作用。 会把二氧化碳转换成氧气。不过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机制，就是这个生物把二氧化碳转换成碳酸钙，然后变成石头，封在石头。这嘛是地球空气二氧化碳减少的一大原因。 来，第二种叫做盐液，它是咸水湖内底黑鸟形成，咸水湖里面的盐形成。好，这一课本举个例子，沉积岩有一种以颗粒大小的沉积物，按照产生沉积岩颗粒大小的差别，由大小分成这三种。第二种。 根据它的来源，一个是生物遗骸形成的石灰岩，一个是咸水湖的盐分形成的盐液。好，来，这是第一种沉积岩。来，第一种叫火成岩。来，上面叫火成岩。想要叫火成岩。火成岩让它来。 对啦，这个火什么意思？这个火什么意思？这个火是岩浆的意思。你讲岩浆的岩浆，然后叫岩浆比较热还是火？岩浆。岩浆是啥呢？岩浆是融化的石头哎。 盐的浆。来，你把石头拿到火上烤，你能不能烤它融化？不可以。你再怎么烤，这石头也不会融化啊？为什么不会融化？最简单的，你要把石头融化要几度的温度啊？2、3千度以上，这个火焰温度才400、500度而已。你不要说融化了，那石头连颜色都不会改变，500、600度那铁可能就烧红。 他们个石头，动都不动。你有讲过你用石板烤肉，他把石头弄石板弄很热，放到你前面，看不出来哦。你妈讲，哎呀，我手你杀者吃者，我你手会让架起来。啊，你在烤肉还烤个腌肉啊？加肉片放在吃，然后肉片马上熟，为什么？它就在火上加热，它会看不出来。 所以岩浆，这火为岩浆，岩浆的却形成的岩叫做火成九江江水。然后来源就是岩浆，不过它怎么冷却，我们又分2种。来，这种吼，特分无哦，补充的哦。
不会靠材有啦，金属啦。啊，不要刚刚讲这个可以虚拟，一种叫做火山岩，一种叫做深层岩。你管光各取一个字，火山岩的火跟深层岩的层，火山岩加深层岩就是火成岩。那它的差别在哪里？不简单啊，火山岩就是火山啊。啊，深层岩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火山啊，没有火山什么意思？它没有喷发出地表啊。可是它在深处会不会因为温度降低，慢慢冷却，所以它就变深层岩。所以火成岩就是火山岩跟深层岩。可是火山岩又分成两种，喷发出地表，它会遇到两种状况，哪两种？它会遇到两种不同的东西，它可能会遇到两种不同的东西。这刚刚一个是空气，一个是水啊。为什么会？一个是海底火山，一个是陆地火山嘛。所以，第一个，如果是陆地的火山，咱是加海的。如果是遇到海底火山，它会形成的最常见岩石叫做玄武岩。来，你看这本不见图片，151页，三种的火成岩代表今年岩石哦。你若拄着陆地的火山，会变什么岩石？安山岩。安山岩界名的取自南美有一个山脉叫做安第列斯山脉，它是地球最狭长的火山脉群，所以我们的安山岩是用安第斯山脉的名称啊，叫做安山岩。来深层岩，深层岩埋在地下深处，慢慢冷却形成的，这是花岗岩。花岗岩是咱所有岩石内底体积上侪，含量最多的。它经常在地下深处。来，你来看一下课本的这3种岩石，你告诉我，这3种岩石外观上看起来有什么不同？151页，玄武岩、安山岩、花岗岩，它有什么不同？颜色不同。颜色不同，对不对？对。谁比较深？玄武岩多。不是吗？黑嘛？所以什么看起来上水？好啦，第3种啊，大理石。第3种啊。金漆窗。看到了。哪一个最漂亮？花岗岩对不对？花岗岩。花岗岩为什么最漂亮？身体。什么颜色？它是最丑的吧？所以花岗岩最常来当建材嘛。花岗岩最漂亮的原因是因为它有颗粒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它的颗粒是什么来的？矿物。它前面都是岩浆，叫矿岩成分都赶快。花岗岩有的矿物成分，安山岩、玄武岩都有。那为什么只有花岗岩有颗粒的矿物？矿物结晶形成结晶要时间，冷却时间越慢，可以形成越大的矿物结晶。所以你很清楚的就知道说这3种为什么看起来不一样，很简单，冷却时间的快慢。冷却最快的是哪一种？你拄着海水的嘛，海底火山爆发喷出来，遇到海水，这个极度冷却了嘛，没有时间结晶，鬼头蛇蛇，什么颗粒都没有。这个还好，有意见要讲花岗岩
时间最凝固的时间最长，所以它最有时间形成大颗的矿物结晶。好，这就是它外观上差别的原因。所以咱想爱花岗岩，因为花岗岩上水，咱全关那种花岗岩啊，咱全关那射箭台内底有颗粒，那矿物结晶，那花岗岩啊。啊，你看玄武岩，玄武岩上面有玄武岩啊，有啦，迄做蒙白啊，杯可以撒玄武岩，那些都合适啊，好色安尼，好拿去去做蒙白安尼。来，第三种，咱才有讲过哦，火成岩因为岩啊，对，所以岩脉入侵之后，它会带来各种金属的矿产，所以火成岩的岩脉通常也是手工开采黄金的一个重要矿区。后来呢，第三种变质岩，来，想到会变质，为什么会变质？岩石在地下深处，经过高温高压，矿物成分产生改变，就变质。所以变质岩一定有一个前身，它是从什么岩变质而来？这种前身，古柯林级沉积岩、古柯林级火成岩，刚美是变质岩，也有可能变质岩再度发生变质，都有可能。只是我们课本没有举到那里，变质岩的种类太多，我们只能举两个代表性的。哪两个代表性的？可以按台湾两看见。第一个是页岩，前身是页岩比较好，变质层的板岩，板岩跟变质岩，来板岩对。原住民石板屋，有看过无？你原住民区要看的石板屋，啊，你有看过？无看过石板屋，不要紧，你有食过石板烤肉无？有，因为咱的中央山脉山区种多变质岩，所以原住民的沙这现有的材料来盖房子，来做烤肉。所以板岩就是石板的材料，来找我的石板不好，都触别的。你想按基础我们盖房子要申请建造，不然就是违建，对不对？申请建造你要请建筑师设计。现在原住民来这石板屋遇到一个麻烦，他要申请建造的时候，他建筑师拍的我大学念的建筑系没有教我怎么盖石板，建筑师不会设计石板，结果原住里面会盖石板屋的，他有没有建筑师执照？没有，卡死了，所以石板屋通通违建。违建就要怎样？拆除它。可是你能不能去拆？不能。因为人家要房子啊，你说你要叫合法，那你要找个会盖石板屋的建筑师给我，没有。所以为什么原住民区都要特殊的法规？可下来。让塞猎枪去猎。当猎人，这是他们世代相传的谋生呢。结果你讲说，拍谁？你拿这个猎枪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，我要把你的猎枪没收，也避免了适用平地的都市的法律，你得让照搬到原住民的事。石板屋是打猎的事，所以板岩、变质岩
来，这种用很常见的变质眼可以用好几根石灰眼变质成大理眼。来，大理眼面讲，别项来，你头壳看这口卡啦，你看你的地板啊，这就是大理石哦，这一块块的是大理石哦，你给它胀大一点。可以开怎么了？开一下电脑，有点热，那就开啊。开，问一下。啊。你有注意一点啊，你们现在教室里面地板上的大理石，跟你们当初1年级的时候地上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可以提吗？比较新的1年级时候地上是有小颗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个我最清楚，因为我那时候是总务主任，我那时候找建筑师来的时候，3期，我们前面1期、2期盖好之后，其实3期很晚才盖，因为一直没有钱，可后来还是盖3期，隔了10几年之后盖3期。想要去盖3期，因为大家喜欢来打磨厂啊，没有那一台教室哦，我们1个年级只能最多塞到13个班，而且这13个班还是所有的专科教室哦，连那图书馆上面4楼的教室，怎么通通来当普通教室哦，才勉强塞进13个班哦，结果还是很多人不能练哦，所以那一台，你妈那190啊，袂去进去咧。土地在干嘛？你都不知哦，因为你那听我还没出生呢。那地上在种菜呢，难怪陈家。那隔成一个一个菜园呢，有种菜有种水果呢。后来盖起来之后，我要去盖的时候，我跟建筑师说：“你给我设计，我们要整体性啊，所以我要这一种地板。”那时候建筑师我说没办法，水果叫大地啊，没这么大块的啦。你要设计这一种没这种大块的大理石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地找不到，当时这民国80几年盖的啦，才有这么大块的大理石。所以你这大理石嘛，啥迄个养生你搞嘛，配派哦，知道吗？所以大理石，它质地也是碳酸钙。再来，你讲，这来讲成绩眼变的有，火成眼变的无？来有，课本无讲，咱补充一下，花岗岩变质成花岗片麻岩，你若看到片麻岩啊，花岗片麻岩，这种片麻岩的物件，你就知影讲。它就是变质眼，想到花岗岩的颗粒本来是一颗一颗的，花岗岩变麻岩。不过它经过高温高压被挤扁了，变成片状，所以就形成所谓的片麻岩。好，我总结，来，甩了咱来看。矿物，来看矿物。喂，杨娜，多金型。没惊醒哦。你要做一下运动。好啊，我觉得 OK。我上次有没有叫你们做过运动？他马背。现在来，再教一个新的。来。学生，是的。这个有没有玩过？一把枪5个人追过去，然后又追回来。
来试看看，然后再追过去，然后又追回来，要快一点嘛，追过去，追回来，追过去，追回来。哎，这里初步而已。你想起来呢？你追过去也要打死人啊！打死人，5个打死1个变4个回来啊！啊，4个追完要打死1个变3个回来。啊，3个打死1个变2个回来，啊，2个打死1个变1个回来。看清楚哦，眼睛睁大哦。5、4、3、2。报名的5、4、3、2。啊！不简单啦，还要还厉害，等一下要毕业啊！你可以打死你！好啦，有经济那好啦。来看，单弓箭放物哈。我们先讲一个名词，一个矿物拿来，你要鉴定一个矿物，有外观、有颜色、有做者底条，有其中做者还要鉴定的叫做硬度，一个国家啊，我来搞到硬度是一个国家，那硬度有啥物？我讲啊，这很简单啊。有按你的专注力。对。同意了。顾名思义就是坚硬的程度。好，你若讲坚硬的程度，你哪来定义哦？下条你看到钻石的硬度是10哦，铁的硬度才5到6哦。你拿一个钻石来，然后拿一个铁锤来，那个榔头是不是铁做的？然后你这个榔头对着那个钻石给它敲下去，你猜是榔头破掉还是钻石破掉？哎，你那卡了，你钻石哦，我要买公答案，一定是钻石破掉。你说，哎呀，钻石硬度10哎。不是照道理来说应该是铁锤破掉吗？原因是，讲钻石破掉很不错啊，一颗变好多颗。不要开玩笑嘞，你一颗打成10颗，那10颗加起来的价格还不知道那一颗的一半。钻石是越大颗越不错，但是不是成正比哦，不是成正比哦。2倍大的钻石可能价值是10倍哦，所以你给它敲碎，那绝对是损失惨重哦，变成碎钻，那一定损失惨重。所以你钻石啊，我来讲答案的，你忙懂吗？老师讲安尼，我等你做实验，铁锤哪来钻石，哪来就给它焊的呀？你也没钻石，只好偷爸爸妈妈的结婚钻戒。假嘛？因为这种名称其实有不足，你知道？硬度不是坚硬的程度，是抗磨损的程度，跟它表面抗磨的程度，你别让拿来修 K 呐，按照我们的硬度，你要对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说切割玻璃要拿钻石刀？玻璃的硬度是7，它是10英成分；钻石的硬度是10，铁的硬度是5、6而已。所以你拿小刀去割玻璃，割到那个刀尖都不见了，你的玻璃只出现一条线。所以你那个我超熟听的钻石刀，我看你讲哦，钻石刀在我的脑海里面一把亮晶晶的，结果我看你钻石刀太规矩啊，那古拉萨规拢生生，啊钻石在哪里？有啦，钻石在哪里？啊钻石就在最尖端的地方而已，你。看不见，它只要切割玻璃的地方是钻石就好。它那个刀柄要钻石干什么？所以钻石在那个刀柄
切下去，钻石的硬度大于玻璃，所以钻石刀玻璃挂了，因为玻璃的切度的，你拿刀子没有用，所以硬度是表面抗磨的程度，坚硬的程度啊，不是要对撞啊，是要对磨。对磨硬度小的就会磨掉比较多，所以有所谓的磨式硬度表1到10。来，今天矿物介绍3种形成花岗岩的造岩矿物。来，这啥叫长石、石英、银母。来，姐姐讲啊，长石是地表最多的矿物，不过它很容易风化，变成黏土矿物。黏土矿物也剥出来跟这个烧烤，因为英哥这灰了，转，然后你把那个拉起来，拉胚了，手拉胚啊，右脚被那个，做的过程那个常失败，不过做失败没关系，你本来要做一个碗工，对不对？结果拉起来做失败了，整个塌下去，它就从一个碗工变成一个艺术品，因为它扭曲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可能动这个艺术品，对吧？它拿去烧，变成陶，变成石，这个长石风化出来的黏土化。来，得用石英。石英就是制造玻璃的材料，纯粹的石英叫做水晶。水晶有不同的颜色，通常我们最喜欢的叫紫水晶，因为传说紫水晶可以招财。爱探短期了，台湾的这些猎人属于采的紫水晶，财源滚滚啊。还有黄水晶，这些颜色就是纯粹的石英里面混进一些杂质，通常都是过渡金属，就是你的那个周期表中间腰身那一带的过渡金属，它都还有颜色，所以它会还有颜色是那一堆那些金属粒子造成的。所以石英，石英都有用，因为它会石英钟、石英表，想要让这石英钟、石英表。因为石英这种矿物有个特性啊，石英这种矿物有个特性，它两边加电压，这种矿物会产生一种规律的震荡，这种规律的震荡就是可以拿来计算时间，这就是石英表。所以石英表一定要装电池，你要不然来骗工啊？这石英表不用装电池的，我没讲。好，它。石英，我们所谓石英钟、石英表就是石英来的。来，等一下叫云母，云母是成片状的，有黑云母、白云母，通常作为绝缘材料。这几些三种，所以那个宝石，来讲个宝石，咱来看，咱无话啊，课本157页，这边有几种宝石，上贵的宝石上面还把它讲过钻石。钻石你们学过吧？碳的四面体结构，所以钻石在形成碳的四面体结构的时候，它会把所有的离子排出来，不会有其他的。来了，不会谁吗？没有。它会把所有的杂质排出来，所以钻石一定没色的，一定没有颜色，一定是透明的。你给我讲说什么蓝钻石、白钻石，我老北讲钻石绝对是无色透的。那你说我们听到所谓的红宝石、蓝宝石，那个叫刚玉，那个不是钻石，它是其他化合物，它的硬度只有9而已。钻石的硬度是10，是目前天然物质里面硬度最高的。北中南人造干让造出比钻石还高，可以吗？来，水晶还有玉的硬度就小很多了。好，后来，给大家，我们剩下一个部分就是台湾的
原始分布，啊，所以剩下一点点的，我们下礼拜就把这一点讲完。唔跟您等你，我甲讲回啊，回去把习作可以先写完，啊，我们下礼拜会一个小考，好，课堂上会一个小考，好。课，下课。